大家好，今次影評講《逆天奇緣》到他年他日，重力愛情嘅科幻魅力同瑕疵。幾個月前，我睇咗《他年他日》嘅預告片，知道有許光漢同袁澧林主演，仲有張艾嘉監製，當時真係好期待。許光漢喺想見你演時空穿越愛情故事真係好震撼，所以我好想知呢套戲會唔會一樣咁浪漫。點知睇完之後，雖然有啲亮點，但都留低唔少遺憾。劇情設定奇幻，但科學邏輯未夠。呢套戲嘅設定好有創意，話地球因為重力場變異，分成兩個區，女主角安晴住嘅休日區，重力好高，時間過得超慢，一日等於長年區一年。男主角薯仔住嘅長年區，重力同地球差唔多，時間過得快啲。呢個設定好似星際效應入面嘅時間膨脹，休日區好似黑洞邊緣，時間幾乎停頓。故事講薯仔許光漢細個識咗20幾歲嘅安晴，袁澧林暗戀佢直到中年。薯仔喺長年區慢慢變老，但安晴喺休日區因為時間膨脹，仲係咁青春，似足神雕俠侶嘅小龍女同楊過，營造出好奇幻嘅浪漫對比。但如果用科學角度睇，呢個設定有啲問題。咁極端嘅重力差，照物理公式計，兩邊時差咁大，重力要差1.45億倍，遠超人體承受極限。薯仔一入休日區，應該即刻被壓扁。安晴去長年區，可能因為適應咗超高重力，變成力大無窮，隨手壓碎物件或者傷人。當然，呢套係奇幻片，觀眾唔使太計較科學細節，但劇情對呢啲技術問題處理得唔夠，未有更大膽嘅設定。例如可以話女主角嘅團隊有先進儀器，減低重力影響，但男主角因為窮，冇呢啲儀器，所以同女主角天人相隔。咁樣設定會令我哋呢啲雞蛋裏挑骨頭嘅觀眾更容易接受。劇情瑕疵，未解之謎減弱共鳴。故事核心係男女主角因為時空差異唔能相戀，但編劇喺關鍵細節上講得唔清。例如片中何醫生警告過安晴，如果長期喺長年區生活，會失去幾十年時間，但無進一步解釋如果佢哋真係強行一齊，會有咩實際風險。仲有劇情有啲邏輯漏洞，薯仔點樣可以連續10幾年喺藥廠偷珍貴藥物都無被發現？小鴿子義工組織點解唔從休日區帶藥去長年區救人？長年區居民明知休日區環境好，點解無大批人試過偷渡？船長老爹董偉點解唔清楚警告薯仔相關風險？老爹點樣可以長年累月穿梭兩地但完全無損？劇情無安排弟弟暗戀巧兒嘅支線，不然結局會更合理。呢啲未解之謎減弱咗故事嘅說服力，令高潮部分嘅震撼力唔如預期。同顛倒世界比較，呢套戲嘅設定令人諗起2012年荷里活片《逆天奇緣》。嗰套片同樣講兩個重力相反嘅世界，男主角住重力向下嘅下世界，女主角住重力向上嘅上世界。男主角為愛冒險，穿越重力邊界，帶出幽默同浪漫嘅喜劇效果。相比之下，他年他日雖然有類似創意，但未有充分發揮重力差嘅視覺同情感潛力。導演無營造出預期嘅台式文青愛情片氛圍，浪漫氣息略為單薄。角色同情感錯位嘅時間同心動，男女主角嘅相處係呢套戲嘅情感核心，但時間膨脹嘅設定變成雙刃劍。薯仔同安晴每次一年一遇得幾小時，難以深入發展感情。薯仔喺長年區過咗10幾年，心境愈來愈成熟，但安晴喺休日區只過咗10幾日，情感醞釀唔夠。只有一次飛天事件拉近二人距離，但呢個轉折有啲突兀，未能令觀眾感受到深刻嘅心動。相比想見你入面許光漢同柯佳嬿跨越時空嘅濃烈感情，呢套戲嘅愛情線略為溫吞。演員表現亮點同不足，許光漢憑亞洲高人氣，無疑係薯仔嘅理想人選，但佢喺片中嘅表演變化唔多，10幾年時光流逝，無見到明顯嘅老練或者滄桑，角色層次感稍為欠奉。女主角袁澧林嘅選角好貼合，
佢清新氣質同安晴嘅青春形象好 match， 表現可圈可點，成功演繹角色嘅純真同堅韌。考慮到呢套片可能因為申請香港電影發展基金要優先用本地女主角，袁澧林喺本地女演員中都係首選。如果張艾嘉執導，睇完後我唔敢諗，如果由監製張艾嘉親自執導，會唔會俾到呢套戲更濃厚嘅文藝氣息？張艾嘉嘅《念念》以細膩情感見長，如果由佢執導，或者可以更深入挖掘薯仔同安晴喺時間同重力隔閡下嘅情感糾葛，令愛情線更動人。總結，他年他日用奇幻嘅重力同時間膨脹設定，開啟一段浪漫冒險，但劇情邏輯漏洞同情感交代唔足削弱咗震撼力。相比《逆天奇緣》嘅幽默浪漫同《想見你》嘅刻骨銘心，呢套片略為溫吞，未有完全發揮創意設定嘅潛力。雖然如此，許光漢同袁澧林嘅演出仍為影片加分，值得一睇。電影評分10分滿分，俾6.5分。多謝大家收睇靚 Movie Blog 嘅影評，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呢個頻道，請喺 YouTube 訂閱、點讚同俾正評，多謝。